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 my soul from sin, send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心开始今仔日咱的礼拜，咱提早10分钟来到教会礼拜堂内面，咱借着这个机会，咱备办咱的心。今仔日是感恩节，咱做伙用554首透早起夜好景来三甲来敬拜。
透早起也好静，永远困觉咧静。日头起也好静，半步也无停。着吞轮到中成，全身挺好修成。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好天气也好静，风雨也唔通停。虽然乌云也密，也是着向前。功课若做清楚，就是就通修成，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照相起也好静，做工毋愿着磨，虽然拄着飞也毋欠半路线。工着若是完成，求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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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主想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啊，伫年终的时，咱献上咱的感恩。咱来吟圣诗201首，上主做我记好牧者。上主做我记好牧者，我无欠亏一件。青翠草布，予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予我灵魂，予我灵魂晶莹青湖，带我行伊的路，我随。行过深山谷，免惊死无向我，虽有危险，免惊灾害，因为我主同在，因你的骨。高修保庇，应挂养为夫妻，对着民间百姓言下，予我大羔羊伫我头壳。应由来磨，予我的杯满满。恩典主必定靠对我。
地处。啊，愿这条圣诗帮助咱，互咱伫礼拜进前，咱会小可来想看卖啊，对于今年的开始到今仔日，咱所行过的路径，是毋是有主的恩典陪伴咱？是毋是像圣经所讲的咱的路径有油得滴？愿上帝施恩互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太堂的主，你诚做阮至好的牧者，互阮无为着明仔烦恼，因为明仔自有明仔烦恼。愿主你坚固阮的心，互阮伫今年无论拄着任何艰难困苦的事，有主你引带带领陪伴，嘛，互阮伫苦难的中间检测阮兄弟姊妹，还搁咧面对，愿主你诚做阮的帮助，诚做阮的倚靠。互阮伫无论顺境逆境，拢感谢俄勒主，亲像保罗先生所劝勉的，互阮面对所头前的挑战，嘛面对头前所差的表来泡走，帮助阮，互阮的信心坚定。互阮脚步勇行，互阮伫路呢，无论拄着什么种艰难、恶担当的事，主你来帮助阮，来引带，常时用你的话来帮助阮。互阮有经历苦难，才知主你恩典是遐尼啊大。愿献上阮的祈祷，今仔日是感恩节。主日嘛，互阮陪伴阮的心，来主你献上阮的感谢，甲阮的乐乐。伫礼拜的大圣的进前，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陪伴阮的心，恭敬将阮的心来放伫主你的双手，愿主你来感纳。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喂，兄弟，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将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会前的诗，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主上帝早起时。
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是要拯救全人类，训练咱弃杀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伫现今的时代，过守纪、正直、甲敬虔的生活，听候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三甲来因圣诗278首，圣徒自职主圣殿，请起立吟全首。圣徒自职主圣殿，哈利路亚，阿拉上帝大应天，哈利路亚，你在位内的工作，哈利路亚，为恁爱当阿拉，哈利路亚，对对高天地高地，哈利路亚，团主奇妙甲宝贝，哈利路亚，你比海甲大时代，哈利路亚，阿拉称赞主领来，哈利路亚，阿拉上帝大主庇，哈利路亚，感谢丰恩可怜你，哈利路亚，一切圣行来世间，哈利路亚，甘愿受苦拯救咱，哈利路亚，心肝欢喜受大庆，哈利路亚，因阮好汉出声音，哈利路亚，同心一意献拜主，哈利路亚，阿拉伊得得姑姑，哈利路亚。请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43篇，以赛亚书12章。现着我来刻，请兄弟来印。启应文第43篇。伫迄日，你话讲，虽然你有对我受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
做声，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伫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尊贵圣洁的上帝，阮学了你，阮独独要服侍你，因为你是阮的上帝。我断无用阮别个神来匹配你。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儿女做宝座的。你厌恶罪恶，介意善良甲公义，所以阮着遵趁你的命令来行，用圣洁的砖塔来敬拜。感谢上帝，互阮因为照着相信我主耶稣基督。罪通得到赦免。你个想事圣神，就是真理的神，启示教导阮明白上帝的真理。伊甲阮同在，踮伫阮的内面，互阮活出圣洁的生活。阮感谢你，亲爱的主上帝，今仔日是圣的主日，也是感恩节。我们用清气的心来朝见你，求你用你的保护洗净阮一切的不义，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来敬拜你。阮若是对人为有亏欠，求主帮助阮人来道歉；也是有受到人得失的，求主帮助阮饶赦伊。伫听甲饶赦的功课顶面，甲主和好，甲人和睦，无有隔离。特别上帝，感谢你一年来主爱的保守带领，陪伴阮行过关山甲峡谷。你的同在无有离开。感谢你伫阮欠费当中的供应，伫目屎当中有安慰，伫恶担当的时赐下平安。绝望的所在有主的仰望，伫忧愁的所在开一扇窗仔，互阮得到喜乐的心。我要称赞耶和华，因为你坚固阮的门窗，赐福阮中间的行义。你互阮的场位内太平，用上好的麦仔互阮食饱。伫你遐有丰富的恩典，甲一切美善的赏赐。所以感谢上帝，你有互阮讲袂尽的恩赐。阮要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所求的摆列伫主的面前，你就会赏赐阮是超越人一切会当了解的这个平安，就是互阮伫主的内面有平安，无惊吓。虽然阮伫世间有苦难，经济无稳定，通货膨胀，工作受到影响。毋过，阮就勇敢，因为主已经较赢世间。上主，你会指示阮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有永远的快乐。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这歌对因所要献唱的诗歌是叫齐欢唱啊。
即粒，咱来共读上帝的话。第一位是记载伫旧约诗篇126篇第5节，现代台语译本伫1186页。诗篇126篇第5节，流目屎也精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搁一摆，流目屎也精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第二位记载伫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圣经447页。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甚物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圣经读到遮吼，下面讲到今仔日要甲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欢呼的感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感恩节主日，咱时间过了真紧，拄年初，敢若是昨过年，今仔日就已经到年尾啊。进入秋天，咱知影秋天的色彩是黄色，是金色。这田野开始收成，咱知这收成的册啊是金黄色的，是金黄色的。所以秋天，互咱会感觉讲，这个季节有丰收，有欢喜，有喜乐，但是佫带有一点点的哀愁，因为这树叶开始在收。这凉风开始咧吹时，咱感觉有一点点凄凉，敢是？所以秋天，互咱感觉要收成，一年咱做实种田的就等待即季的收成，所以毋茫伫收成的时有欢呼，也有欢喜、吟诗甲娱乐。今仔日咱伫感恩节主日内面。咱常是用感恩、感谢、甲谢谢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甲恩典。常时咱嘛想看卖啊，伫今年咱每一日所经过的日子，是毋是有主甲咱同在，还是咱甲主相同行？这会当咱伫这时阵会当做一个反省，还是做一个做一个警醒。来记忆明年，所以咱教会伫顶礼拜礼拜六，咱嘛有办事工的研讨会，来互咱的教会记忆明年的事工。嘛透过咱每一个团契会长，明年的会长拢已经产生，咱做伙来一个事工的研讨，来记忆明年的事工。上帝是赏赐种子互野种的人。咱去野种的时，伫春天野种，伫秋天来收成。做田的人辛苦流汗工作，所以咱透早9点20咧吟的迄条诗歌，透早去野好种。咱毋茫咱野的拢是好种，拢是会当收成的种子。耶稣嘛讲一个譬如，这野种的人。这种子无注意去落伫石架顶，就是落伫个石头较侪的路边，发出来可能袂大丛；有诶落伫个刺皮内面，有可能半圆发芽，但是最后嘛无法度收成；有诶甚至迄个鸟仔甲吐去，伊诶心等下亲像世间袂晓，心被偷走了，迄嘛无法度收成。只有野地肥水的土地，才会当生长，才会当收成。做田的要等待的就是这个季节，会当欢呼来收割。但是想看卖，拄着风灾，拄着水灾，流的可能毋是火干，流的可能毋是干那目屎，是心在淌血。
是心呐刀咧割，心咧流血。愿主帮助咱宣教师来到咱台湾咧传福音的时，毋知因的心境到底是安怎来面对每一日。伫无共款的文化语言，因到底是要伫遮来种植福音的种子，也福音的种子来收福音的果子。我想看这题目，互大家去想看卖啊。不管是倒一个所在的宣教师，咱拢去想看卖。宣教师毋是敢若来台湾，去每一个所在传福音的人。拢变成做宣教师，只不过伊的车会有无相款。有一个车会叫做内地会，以前因为清朝时代沿海的大城市拢有开放通商，开放传福音。但是即个内陆内陆即个内地未有人去传福音，所以就成立即个内地会，专门拢去迄阵中原大陆会较内底的省去传福音。所以咱想看卖啊，有福音，就有去亚种的人。所以上帝是赐种子互亚种的人。所以咱今日用感谢的心，咱才会当，互咱的心来得到改变。因为咱今仔日是领受进前伫遮。伫台湾即个土地传福音的人，咱今仔日才有即个果子通来收成。秋天到庄稼已经掰果子嘛成熟就只有秋天你才通食到柿仔，对无？所以柿仔叫做柿子，都有一个谐音叫做事事如意。我知伫台中当时搁较入去伫古关遐附近。有真侪台湾的泰雅尔咱台湾的教会兄弟姊妹，因专门咧种柿仔。一届我去挽柿仔，这2019年，就去挽，就送阮足侪柿仔，我就摆一个视频架，伫上帝恩典的内面，互咱祝福咱，事事如意，祝福咱。咧食果子的时阵，会想看卖啊，送伫即个土地，捌野过福音的种子。所以咱基督徒无论环境如何，咱拢爱用感谢的心，亲像秋天收割，嘛是一个收藏的季节。遮咱邀请兄弟姊妹，咱来感谢上帝，感谢咱的主。今经早讲，老目屎也种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这嘛是一段真经典的经节，伫圣经的内面。这是出自诗篇126篇的第5节。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咱做伙来用台语来读吼，来，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搁来请教大家，真正是安尼吗？你今年拢无拄到任何困境吗？那亲像做事的人，有拄到风灾，有拄到水灾，有时候心是在淌血吼。愿主帮助咱，当咱拄到逆境的时阵，怎样要来感谢上帝，要来感谢主，透过咱的信仰来激励咱，来帮助咱。愿主赐予咱毋是。不同无共的分量，无共的经历，无共的造物的恩典。每一个人上帝留予咱的，无一定是大家拢共款，因为咱每一个人拄到的处境是无共款的。只有咱的人生，用感谢的心来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咱的人生才会当改变。伫咱的人生的转变的中间，才会当经历主的同在。我望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每一日。拢会当感谢上帝。写这条歌的人叫做是瑞典人吼。这位先生伊伫20外岁就写这条歌，感谢神，刚才你会晓唱吼，感谢神是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的预备。你也想看吗？
丰富的准备，替咱备办，咱感谢神，感谢主。但是当这个遮尔凄凉的秋景，伊嘛感谢主，伊嘛感谢主来拭干我的目屎。好，伊讲感谢上帝，祈祷得到应允，但是祈祷无得到应允的时阵嘛是感谢神。所以伫感谢上帝，伫咱绝望的中间，通得到安慰。你想看卖啊？感谢上帝，赏赐咱有即个玫瑰花，但是这玫瑰花虽然水，但是插花人你就知影无细意就许伊的刺插着。所以感谢上帝，感谢神，嘛使喜乐甲忧愁。即条歌嘛，咱照中文的字面来看，有23个感谢，感谢神，感谢上帝。写即条歌的人，咱想讲伊是拄着什物种的处境哦？感触哪会遮尔啊深？今仔是讲这，咱最后奉献的时，咱要到台前，想看卖，咱的心有感谢吗？咱的心是毋是伫历经的时阵，咱犹原会当来献上咱的感谢？想看卖啊，咱只有顺境感谢上帝尔吗？还是伫历境，咱要怎样感谢主？咱只有伫顺境较感谢上帝吗？还是无论你是顺境逆境，你是拄着什物种任何的境遇，咱拢会当感谢主。对今日的经节帖撒罗尼迦，就有法度对保罗先生所写的来帮助咱，处伫任何的处境的内面，拢知通感谢上帝，感谢主。圣经教示咱，伫感恩感谢的时，无一定是你拄着顺境，是拄着任何的境遇，拢通出自咱的内心来感谢主。所以咱有时会拄着真突然来的困境甲即个困难，但是咱要借着祈祷甲祈求来经历主怎样带咱引带来经过即个逆境到伫顺境。第一，咱想看卖啊，耶稣上界真实的感谢是啥？对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咱用台语来读台语即句好来，做来读来，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保罗先生所甲咱讲，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即个无论什么境遇，包括咱人生的上界高峰。也是咱人生上界低调的事，也是你拢平平顺顺、安安静静，所有的处境境遇拢着感谢。华语叫做凡事谢恩吼。所以这无论什么境遇，也是凡事就是circumstance 就是即个所有的处境所有的情况。凡事感谢的英语就是 give thanks to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直接翻译就是每一个情况的内面的下面拢爱感谢，叫做凡事感谢。所以无论咱成功失败，面对苦境流目屎，也是欢喜而乐，咱拢爱感谢。伫欢喜而乐的感谢，甲加倍的感谢，敢毋是？咱看5个饼2尾鱼，大家拢知影，即个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是唯一耶稣的神迹，伫马太、马可、路加有记载以外，约翰福音嘛有记载，表示即个神迹对写福音书的即4位的作者，因来看，哇，真无简单。耶稣怎用5个饼2尾鱼来互5000个查甫人食到饱？耶稣讲，甲门徒讲，恁去找食的，来互这人食饱。若是门徒，就有声音出来讲，这是要去找，互遮尔侪人食到饱的食物。我到底是要去找啊？门徒敢若实来讲，耶稣啊，你不要只出一张嘴啦。耶稣是命令门徒去找，伫约翰福音。就安德烈去找着一个囡仔，这个囡仔真老实，嘛真诚恳，嘛真单纯，讲阮时代，互我5个饼2尾鱼，伊就甲摕互即个门徒。
门徒就徛到耶稣的面头前。好，即、个五个饼、两尾鱼的生意是来自对，来自耶稣真实的感谢，因为伊摕出即个五个饼、两尾鱼，就向天来祝谢。所以咱用咱讲来看代志，有时咱来抱怨耶稣，敢会讲啊？你找遮久，甲找五个饼、两尾鱼哦？啊！你叫我怎样用五个饼、两尾鱼来互遮尔侪人食到饱？但是这个故事的中间，耶稣安那？耶稣先感谢，先祈祷，先祝福，先多谢，讲啊呀，佫有两尾鱼，五个饼。当伊毋是讲耶稣毋是讲啊，大拢食饱，剩12斤，才来感谢上帝。是还佫无到通分的时，耶稣就先甲遮个物件来向天来祝谢，来祝福遮个人，望因拢会当食到饱。当会众伫遐咧抱怨的时，当门徒还佫真毋甘愿的时，耶稣就先用感谢的心来祈祷。即个时阵就产生了奇迹，就产生了新约。所以门徒的心可能有无平衡，有无平衡的感受，但是对主来讲，伊先献上感谢。所以这五个饼、两尾鱼上界源头是先真实的感谢，然后才有即个新约奇迹来产生。所以祝谢的意思就是讲用感谢的心来祈祷。所以耶稣先用感谢的心来祈祷。He gives thanks to God， 伊先感谢上帝。所以耶稣伫什么时阵来感谢祈祷呢？毋是大家拢食到饱，毋是有剩才来感谢，是伫无够额的时先来感谢。所以愿主帮助咱。所以咱有时人咧讲五个饼两尾鱼，这毋是敢若上帝心意那顶，还佫有感谢，感谢用感谢的心来祈祷伫内面。第二，咱伫逆境的中间，咱搁爱加倍的感谢。诗篇有真侪感谢的祈祷，也是感谢的用词。咱注意，若详细读，感谢的理由，毋是为着代志已经完成来感谢，是还未有成就、还未完成的时，就事先来感谢主。诗篇第109篇的30节到31节讲。我要用我的嘴大大感谢上主，我要伫众人的中间来称赞伊。伊要徛伫善车人的正边，救伊脱离判伊死罪人。毋是已经脱离啊，伊才会感谢，是先来感谢俄勒主，伊伫徛伫善车人的正边，但是安那求叫上帝讲，伊会当救伊来脱离判死罪。所以愿主帮助咱有时有成就完成，咱才来献上感谢。但是伫欠缺、伫无够额的时阵，咱常常会埋怨，常常会抱怨。求主帮助咱伫逆境的中间，搁爱来加倍来祈祷，加倍来感谢主讲，互我有拄着即个条件。但以理嘛共款，但以理伫王的面前。拄着遮个嫉妒伊的人，遮个人就去王的面前摇耳朵，就讲伊拢咧拜因家己的上帝。王啊，你爱规定只有敢若拜会当拜你尔。你规定的若超过你规定的迄，你爱甲处理者。虽然有即条法令了后，就是要陷害但以理。但是代志安怎发生？但以理听到王已经将即个文件拢签名了后，就转去厝内，去到伊的楼顶的房间，有窗仔开往耶路撒冷。伊照常一日3遍跪伫上帝的面前恳求感谢。但是已经拄着困境伊阁犹原照伊日常爱做的事，一日3摆来伫主的面前来恳求甲感谢。所以平常时就拢有恳求感谢，毋是讲今仔日安尼伊就讲主啊是安那，我每工拢3摆感谢你，我今仔日佮拄着即个困境，这是要安怎？毋是，
伊知影王已经伫文件刻印了后签名，表示即个法令已经生效，伊就到伊的厝内，到伊的即个楼顶的窗仔游玩一日3摆，即个窗仔拢开耶路撒冷，伫遐来恳求甲感谢。所以但以理无因为安尼来甲上帝抗议，伊游玩感谢上帝。所以今日对照咱今日帖撒罗尼迦的作者保罗先生，甲咱讲安怎，咱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所以伫喜乐祈祷的内面，有时咱拄着无如意、不如意，拄着即个无欢喜的事，咱嘛犹原爱借着祈祷，互咱得到欢喜的心。所以即个意思是讲，无论是任何时间、任何场地，咱拢爱有喜乐的心，嘛当对心中来发出无停止的祈祷，甚至拄着患难艰苦的时，咱的祈祷搁爱更加倍。伫患难的中间，咱搁爱更加倍来祈祷。愿上帝帮助咱，即感谢了后，一定有上帝做。不住的祷告，就是讲咱爱，毋是讲咱着爱一直祈祷，啥物拢毋做，是讲咱甲上帝经常保持亲密的相通甲沟通。有时你坐公车，你嘛通祈祷；开车的时阵，你嘛会当听诗歌，借着诗歌的心来祈祷。莫分心就好，但是你的心爱欢喜。开车常常若将咱的困难来交托给上帝。这是咱做基督徒，无停止伫个祈祷的中间来经历着上帝的作为，不管上帝旨意是安怎，不管上帝旨意是安怎，拢有上帝旨意伫美好旨意伫内面。祈祷就是咱信徒咧呼吸一样，呼吸来吸收对主来属灵的生命，就咱亲像咱的肉体。咱的呼吸无停止一样，所以咱若有呼吸，咱的生命就继续延长。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甲你的祈祷的一生来做伙。顶礼拜林牧师讲到咱一生，无论你活到一生遮尔长，咱只有6个月敬拜上帝。斗拄啊差不多6个月，差不多半冬啦定。想看卖啊，咱的生命遮尔长，无论咱60岁、70岁、80岁，咱只有6个月、8个月、7个月、10个月，甚至咱有个人敢若4个月、3个月，是毋是咱着爱警醒家己？感谢神，这位作者史托姆伊的名真特别，伊是8月的暴风啦 ，August the storm 你即个是瑞典的人，伊写这条歌才29岁，咱真好奇讲伊29岁，那人生经历遮尔多。伫顺境感谢，伫逆境伊也感谢。我咱想讲，伊的人生29岁，是毋是伊经历沧桑？毋是，其实伊出生伊的家庭嘛真袂歹吼。伊有受过真好的教育伫斯德哥尔摩真出名的学院伫遐读册，甚至多才多艺啦多才多艺嘛发展甲真好。所以写这条歌的时阵29岁，这诗歌中面有20几个感谢主23个，所以伊写这首诗了，经过8年，拄好伫37岁的时阵，人生拄着坎坷，上界坎坷，甚至后来影响着伊的一生，就是伊的骹脊痛，安怎？伊的龙骨、伊的神经受到真严重的损害，后来变成行动不便的人。就是已经有一寡残疾伫伊的身上，这拢真痛疼陪伴着伊后半生。总是伊从来无因为安尼，就来埋怨上帝。伊照伊所29岁所写迄首歌，积极参与服侍甲侍奉，就亲像保罗先生伫罗马书所写的，讲伫患难中嘛得安那欢欢喜喜，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所以伊实践了伊少年时写的这首歌，感谢主永远无停。然后伊最后一条歌讲，
感谢主，永不停止。所以，伫过新的一年，伊阁写一首感恩的诗歌来感谢上帝，引带伊的眷顾带领引带。37岁就来得到即种的镜头，是真少年。所以，愿主帮助咱，只有经历信仰、坚定徛在伫困境的内面，才会当来学了主。所以保罗先生讲，无论什么境遇，拢得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嘛，拢爱安尼做。愿主帮助咱，互咱今仔日欢呼感谢主。无论咱今年过得好还是无好，愿咱人生这处境拄着困境艰难，拢是上帝互咱成长的养分，拢是即个这养分，互咱更较成长长大，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案，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俄罗你，因为主你透过你的使者保罗先生，伊伫传福音的时，拄着侪艰难挑战，甚至犹太人来反对伊，甚至犹太人要来杀伊。伊最后行往顺道的路，伫罗马顺道。伊的一生就是往前无回头。伊对掠基督徒的人变做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帮助伊的一生改变反转，互伊一生为着主来努力，互伊的一生伊看做是那粪扫一样，伊将伊的这世间看做是粪扫一样，一生来跟对主。帮助阮通学习，无论伫困境还是顺境的内面，阮拢献上阮的感谢。嘛祝福所有兄弟姊妹，伫今年顺境的兄弟姊妹，因欢喜而乐，感谢。相时后拄着不如意，拄着还佫伫困境中间的人，求上帝你嘛引带带领。互阮伫困境的内面，互阮人常常主你来祈祷。主你来学乐，因为伫这困境的内面，毕竟有主你的旨意，会当互阮经历，嘛主帮助阮得胜，搁较有春，互阮嘛征战好的征战，帮助阮，引带赏赐祝福阮的教会。伫年底，阮无论阮有啥物种的事工，伫圣诞节事工，伫报佳音的事工的内面，帮助阮。阮会当愿意来付出，为着教会，为着福音来努力。阮嘛亲像迄个诗歌所写的，透早去也好种的人。阮有野种，才有收成。如果阮若伫福音的顶面，阮拢无野种，要安怎来会收成？抗旱已经过，疫情已经过，阮只有努力伫后疫情的时代，搁加倍来努力，将这失去的，做你搁加倍来赏赐互阮。阮献上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因回应的诗，圣诗228首，全地着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全地着主上帝，出大欢喜的声，恁着用欢喜的心来膜拜主上帝，像我来到伊面前，好乐到伊面前，着知主是咱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创造主是咱上帝，咱大家是伊的，咱做伊的情行伊，做伊草场的油，应感谢你伊的人，阿罗你。
也学了伊的名，因为主上帝是好，伊主爱到永远，伊心是到万世代，心是到万世代，绝对着主上帝出大欢喜的声，恁着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真济，今仔日是感恩节，咱要向上帝献上咱会感谢，请咱兄弟做伙行到台前来奉献吼。这个顺序是牧师，两位牧师书会献歌队，咱会友，甲主日学的老师甲学生吼。好，安尼咱即时就来做这个感恩节的奉献，请牧师。请咱兄弟用向前行吼，到台前。三楼的兄弟用伫恁头前的遐有备办奉献的所在。
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心。只希望到你身边，让他白白顺的，虽然不当的无声，我的望到万松的。啊，这请坐。啊，咱翻开周报的第3面，本周的金句。啊，我读一遍，大家再接读2遍。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搁一遍。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周报的第3面，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项表，请咱兄弟有服侍还是客友拢乐意来参加。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举行感恩节、感恩礼拜，感谢主一年来对咱的保守甲祝福。顶礼拜六，咱教会有4天研讨会，总共有34个人同工来出席。第2点，今日礼拜了有爱餐，感谢属下长老娘伊的真水的备办，公益甲5万小组做饭后的休息。第3点，本主日下晡4点要召开关怀小组长的会议。由关怀部来主办，伫1楼的副堂，邀请关怀组长甲副组长来参加。第4点，拜3的祈祷会，这礼拜为着温柔甲德行小组来代祷。第5点，请咱家己看。第6点，11月30日后主日，是大港节的第1主日，由妇女团契来协助会前的点击。第7点、第8点，请咱家己看。第9点，请各行政单位甲团契伫12月14日进前，将后一季的服侍人员表甲团契的聚会表来交互行政干事。好，第10点、11点，咱家己看吼。关怀协会消息：第一，12月7日拜六上午9点，要伫1楼副堂有举办平板手机的置物架的手作课程，请报名兄弟参加。兄弟若要参加，嘛会使继续来甲协会来报名吼。第2，咱协会要征求电话请安的志工1名，每礼拜4上午到教会办公室来协助。第5面团契的消息：第一，上礼团契伫今仔日礼拜了后，爱餐了后11点40分伫1楼副堂聚会，由陈国贤牧师来分享一生荣耀主，欢迎咱客友参加。这礼拜3上午11点半伫豫园酒店要举办上礼团契年末聚餐吼。迄天10点50分，福音车集合11点出发。65岁以上的长辈吼，请爱早身份证来。过来第2，青少年团契今仔日礼拜了后伫5楼副堂有聚会，内容是圣诞诗歌的练习，甲圣诞布置。第4点兄弟团契
兄弟团契伫12月14日下晡5点伫北海华餐厅要举办年会改选。会员夫妇每一人报名费是200块，请会长尤志良长老来报名。第5，妇女团契11月30日后主日中昼12点伫上海区要举办年末的主餐，请客友注意时间来参加。下面具体关怀甲会友的消息。请咱兄弟注意为这代志来带导甲关心。周报的第7页，则有顶周的奉献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林主座长老来反映。好，下面请牧师。伫咱中间，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无好，咱即时阵社会三教来带导。听堂的主案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今日兄弟姊妹嘛有来到台前来献上奉献，这奉献，阮照主你的话来行，阮1/10是归你，求上帝帮助阮，阮伫特别的主日，要特别来献上阮的感谢甲感恩。愿主你是阮伫每一位奉献的兄弟心上，感纳因的心意，嘛感纳因为主做工的心，求上帝来受因带，嘛顾守阮的教会。来展望2026年，伫年底，阮也有为着圣诞节努力报佳音以及布置，嘛伫12月21日的主日，三教做伙来庆贺耶稣基督的降生。阮伫海港节，无论伫圣诞的布置，也是准备报佳音，才会侪的筹备，求上帝帮赞。这兄弟愿意分享因的才能、因的才调，用音乐、用圣诞的诗歌来分享，互街路经过的人以及这台中二中的学生，特别因伫迄日有校庆，侪学生游玩读册，游玩伫校庆的内面。来庆祝学校的生日，无论是运动会，也是园游会，也是演唱会，也是各社团的交谊，愿上帝帮助，或者青少年因的青春的岁月，因的生命，会当来知影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来降生大好的消息，嘛，互阮成做其中上好的厝边。做兄弟姊妹，阮咧准备的过程，助你来受引带。阮毋若是同工，可会当同心合意，是为着福音来夜整，求助你将政治来赏赐互阮。阮特别为着侪团契，伫年底的聚餐，无论是妇女团契、少年团契，也是社青团契。也是献歌队，也是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主日拢引带。阮伫年底聚餐伫教会内面嘛来关心团契的兄弟姊妹，求主你受引带帮赞。阮伫聚餐的内面，主你嘛常时伫阮的中间，甲阮做伙，阮分享主你的疼。阮特别为着兄弟姊妹的身体艰苦病痛来替因祈祷，求主你来引带。为着四主节，为着玉秀节，为着保证乡，为着明月节、金明兄来赎节，主你受引带。特别因为艰苦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你特别甲因三角同在来引带因，互因的信仰
无抵到良心，嘛无抵到因的信用倒退。求主帮助因，透过礼拜的直播，嘛，互因会当伫线上来敬拜上帝，互因的心来得到主你的话语的养持，求主帮助。阮要感谢主，嘛要感谢主你，互阮中间阮的赵牧师真做联合大学的会长，嘛，互伊的积分是牧师的积分，嘛做福音的事工，阮要恭贺伊，嘛要为着各团契年会的改选，献上阮的祈祷，做团契会长以及三星，这是主你所采用，阮求主你赏赐因，赏赐因能力，嘛赏赐因才调，阮献上阮的祈祷，阮伫今仔日感恩节特别献上阮的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条咱来行平安礼。好，请咱游玩徛地，咱来因祝福齐恳的诗歌402首，本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做伙三教来领受上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父上帝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甲地地对这事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这请坐。